今年一届台北马拉松比赛今仔日起过，因为昨日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，所以这一届活动有加派警察特别加强戒备。台北市长周万安讲，未来像下年等大型的活动，嘛会照同款的规格来办理，保障民众的安全。 一年一度的万人台北马拉松礼拜登场，由拜五暗时才发生随机杀人事件，未少参赛选手坦白讲，今年的气氛甲以往无同。伫比赛相关的22个路口，拢看到真侪警力伫严加戒备。但多少会有点紧张啊，但我觉得就是跑的过程，大家就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跟周围大家的安全。其实我今天早上坐捷运来的时候有点害怕，因为其实人很多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假扮成跑者，然后混在里面之类的。 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到台北电竞场，也就是台北马拉松终点去视察。今年总共28000名跑者参赛，这摆特别出动，比以往增加1倍，总共693名警力，要求同仁伫配置装备齐全，像是防毒啊、挂的手套。指挥大顶又说来要亚旦跨年这大型活动，也要求同仁以相关的规格办理，强化这通报甲应对能力。我们主要是针对包括像在一些表演场馆，不管是小巨蛋、大巨蛋、北流等。 那如果评估必须，那就会装设这样子安检门，包括金属探测器。周万安讲，确保市民安全，只是犯下司机杀人案件，这凶险张文为安怎会使连续犯案？台北捷运公司澄清，监视器并不失效。万一某一组它的画面有异常的时候，那另外还有3组可以交叉的来，等于说比对这些画面，整个这个画面都有完整的一个截取。有防随机杀人事件发生，就换分局对年尾演唱会慰安也加强场内外选手。 台北车站司机杀人案件发生了后，网络也出现要伫各用车站发动更加大事件恐吓言论，桥头地检署侦办，具体专团文州的4单嫌犯告案，以涉嫌刑法恐吓公众这罪嫌，审问了后5万块交保。被告陈某所为涉犯刑法恐吓公众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预支交保新台币5万元。 刑事局讲，网络发布大文这信息内容，拢有所有的规定记录，免因为讲袂用抓到，对着任何恐吓社会这言论，会随启动侦办，绝对袂原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